西藏的朋友们，同胞们，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姊妹。菲律宾大错，俺做片区主播人啦，兵家人。3月10号是一个沉重的日子。从这一天起，西藏人民就受到了全面的迫害。从这一天开始，西藏就全面的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作为汉族人都了解，就是共产党是怎么样迫害人民的。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有的都杀掉，有的关起来，有的不给他们吃饭，让他们冻死，让他们饿死。我们汉族人民是了解的。这个第三地里呢，好像给省里呢，结果差不多第三节的，往省了省个项目去太松死。但他不把民忙了，东西听着去当不得，别人民忙就不嘛的，家里民忙了，东西全部去熊了的是。共产党希望人民，但他把多，别人民了那家民民忙了呀，家民这边个没得卡仓嘛的呢，那谁当呀？健康的就呀，多些太呀，听着个那去长了的吧的是。谢谢。我们汉族人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抗争，你们的要求自由，要求信仰自由，要求民主。我们今天给你们带来的也是我们的标语，也就是说，汉藏亲情共促民主。我这样做给东野的上些些都不都是，我让多大人呢？东野的那娘娘你给没上些个举办人士，因啥的？这样做给人民的，我让做个家他们要死，但是俺做个的了一个一样的看了个只要是呢，这边咋子打点比家那忙做，因为给没这难过的事。已经过去52年了，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在抗争，我们汉族人民也在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但是现在达赖喇嘛为汉族人民、为藏族人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就是中间道路。我们汉族人民也非常喜欢这样用中间道路来解决好我们两族人民和中国的所有的问题。我们感谢达赖喇嘛。俺这罗俺这你亲不认识，俺这家那忙做原因哪里？太冷，忙不就太热死。太冷的，当他把都菜泥，他却把这些当我那阵的军校前头呀几个他们当他年嘛松死。但他压个家里呢，讲过这么几个你们外面冷的，俺这我那国家给他搞的太冷就得吓死。第冷个第一个套呢，俺这军校前呢，忙比给不得家那个忙做套里呢，没这那样的还讲给钱不的，俺这第一个套里呢，他家他们要死。已经过去52年了，很多的年轻人都不知道1959年和以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悲惨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还有很多的华侨也开始都不断的关心西藏问题，关心中国的各族人民的团结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今天就有好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青年人，他们和我们一起都来关心西藏的问题，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一个历史性的集会。我这个你清查的，俺把东俺就俺过去那时的忙给建筑给选择做给的逻辑的三部几嘛钱吧去，当加拿大给那时特多些个，但那时搞的是那共产党去。切尔西给王就我里呢，民忙跟那些三部的马多亚的，还讲跟俺说他叫不差掉的是，来的俺说谈的搞些我的是呢，
마음빅 현재도做了米人问题我做三些家他讲给钱不嘞等于现在的那边个家里个开网in那里家里个老早做in那里不用多嘞那多拿修钱不就那个都是这里呢这里以前呢我做那个他让我们就这样都俺玩到这里这人装备个美丽西个对没有是家里的说不的等到个是满洲的要的是Jana ke miri nga che nga ju ko kong tong na la miri shi na tene den zom yos ma on ba nga zo de ge to li na be zhen shu chen bu na ya de ha chang ge chen bu de zo che xue de mi ma na lo le na nga zo zhe wa ji ya da de cha be da ya de ha chang ge chen bu de nga zo men tui ni be zhe nang yin si汉族人民愿意跟藏族人民永远在一起，我们要不断的沟通，不断的交流，共同的寻求繁荣友好，不断的团结在一起，友好相处，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Solidaritet Demokrasi。俺这原来呢，对南洋不里面嘛的。这话这样的，对南洋俺就干的什么的是呢？省到了老省的全部去，省他全部去的家用是。俺把到不里面嘛呢，这话前年忙为跟那段抗击特例呢，军中去意思。但定的个敌人的对手这里呢，要把电视讲座，国在铁路电把给面对修个意思，国在铁路电把给面对修个意思。俺把到忙把不里在家里面嘛你的这座落雪电把。就说拿了可是电呢，电这个就说拿了，伢都去做那都要给热瓦加油是。好，这个都是切。